亲啊，继续来看华视新闻昨的报道。台中一个陈小姐5月初六到病院做 PCR 确诊，就开始10天的居家隔离。想袂到要出关啊，竟然阁收到通知讲无确诊，这是互伊气甲掉骹断地。啊，病医生认错误咯，讲因为采检的数量伤济，混唔着去咯。针对病患甲家属居家隔离期间的损失，会甲因补偿甲慰问。啊，这位陈小姐是伫餐厅咧上班，对着好头家咯。伊的头家知影代志的头尾了后，讲会支付伊居家隔离期间的薪水，而且提供50份的炒饭甲炒面，互医护人员来食一顿饱。我当下收到，我也怀疑说为什么没有秀上名字，这样是真的发给我。这个陈小姐，互人看手机的简讯，真无奈你讲经过过程。这是因为我本来也是有跟医院讲，我没有要刁难你们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厘清，因为我10天，你如果前3天告诉我这个状况，我就是当做一场误会。但是10天所有的流程都走完了，你再跟我讲这是一个误会，我没有办法接受。陈小姐讲，伊是伫5月初六，伊的人无爽快去病院找医生，并且有做 PCR， 收到检测确诊的通知，就开始隔离10天。这段时间，佫透过事前的看诊、食药啊，想不到出关的时，又佫受到通知讲无确诊，所以规人拢硬去。这段期间的隔离无上班的损失，要找谁讨？对着这个代志，病院表示讲，因为采检量有够济，对病患 PCR 检测的结果阴性小于阳性。会补偿病患甲家属隔离期间的损失。啊，陈小姐头家讲会付伊隔离期间的薪水。我的想法是说，因为他这10天的隔离，我是想说我薪水会一样会照。那薪水照算给伊，伊嘛听到讲病院是因为采检量伤济，才会订单感受到医护人员的辛苦，伊要提供50份的炒饭甲炒面，或者的医护人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